要这到这这口标了，到这这口标了，可不要知道。你哪怕也做难做人做了，哎，篮球桌子，肯定要做篮球桌，肯定得买那口标了，知道。不要今天就你家里，他给你毛水，他给拖一样毛水，就你家里的呀，完了不干啥的。我们这一多少钱？他给人家毛水，就你家里的呀。家里头有三千，然后家里然后把给人家的这些铁路的嘛，现在，你好歹把一个木造的呀，南造的呀，现在都南造的呀，那个正的那个，我咋不来一楼为题，那个也还蛮熟悉的。我咋不来一楼为题，那个也还蛮熟悉的。你要这么标，你要这么标，这个路越多呀，路越多呀。你老百姓路越多呀，我咋不来一楼为题，那个也还蛮熟悉的。还不让谁啊？咱也不能标，不让啊，不标啊，家里，人家上楼了，买路，不让啊，不让啊，你俩买也都买没了，我那个我们说抓的挺抓的，没有二七的，一都不让吧。我赶紧明白讲。该交要有女的，哎，我多有点多这点都要的，啊，把那人家把那，来，走。